顏寶剛嘅專欄《正經年代》，標題係美入侵接管委內瑞拉，重奪貨幣武器及大宗商品定價權。相信進入2026年後，大家都冇預料到美國會突然大舉襲擊委內瑞拉。喺不到3個小時嘅軍事行動中，美國逮捕咗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並將佢押解回美國接受審訊。整個事件嚟得非常迅速且出乎意料。雖然特朗普先前已經警告委內瑞拉，但呢一次軍事行動的確係喺瞬間完成，亦都打破咗外界一直認為委內瑞拉有中國同俄羅斯提供嘅防禦系統能保護國家安全嘅神話。3個小時內，防線就完全崩潰啦。相信大家透過唔同報道，每頻道已經分析咗今次美國出手背後嘅核心目標係石油，但從財經角度，甚至對中國嘅外交同埋軍事嚟講，呢個被稱作石油貨幣武器嘅影響如何，以及佢對全球金融市場背後嘅邏輯又係乜嘢？今日同大家詳細拆解呢一次軍事行動。當然，好多細節喺其他頻道亦有深入討論，但呢一次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起嘅行動，大家都知道，我唔係佢嘅鐵粉。我哋一切從事實出發，獨立分析。顯然，特朗普背後決定出兵委內瑞拉，喺國際上甚至喺美國內部都引起唔少爭議，包括事先未通知國會。呢次出兵係以所謂恐怖主義同毒販嘅罪名對馬杜羅進行指控，合法性同合理性存疑。但從政治、地緣政治同國家利益角度嚟睇，特朗普呢次出兵係一種多贏嘅策略。一方面，佢打破咗自己一直以嚟受到嘅負面批評，做出果斷嘅軍事行動。透過呢次行動，亦能挽回佢喺國內因通脹高企、民生問題導致嘅支持率下滑，提升民望。更重要嘅係，委內瑞拉長期被視為美國嘅後院，地理位置具重要戰略意義。過去20多年，從查維斯到馬杜羅，委內瑞拉由親美立場轉向親中俄。呢一次美國出手，亦都係保護自己後院嘅重要手段。更關鍵嘅係，透過重塑委內瑞拉政權，重組其石油產業，對美元霸權嘅鞏固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同時，呢個亦係對中國同俄羅斯嘅一個強烈警告。呢次軍事行動，我認為係一次非常精準且相當成功嘅出手。值得注意嘅係，自25年前查維斯執政以嚟，委內瑞拉係拉丁美洲政治嘅重要角色，帶領拉美嘅粉紅浪潮，用石油支撐左翼聯盟。古巴更係喺其中，亦係中國同俄羅斯擴大影響力嘅立足點。而家特朗普推翻馬杜羅，其實係釜底抽薪，削弱古巴廉價石油供給。同時，對北京嚟講，即使特朗普承諾中方將繼續獲得委內瑞拉嘅石油供應，呢份保證是否可信，仍有好大疑問。更重要嘅係，呢一次事件暴露咗中國同俄羅斯無法保護其喺該地區盟友嘅現實。先前所謂嘅強防空系統喺美國3小時軍事行動下完全不堪一擊。值得分享嘅係，就喺1週前，中國發布近10年嚟首份針對拉美同埋加勒比地區嘅政策文件，打算喺該地區加倍施展影響力。呢個分所謂寸步不讓嘅政策文件，回應咗特朗普近日喺國家安全戰略中暗示想恢復喺西半球主導地位。中國宣示願與拉美及南方國家共同命運、共同呼吸。軍事專家認為呢個係中國對拉美宣示強硬立場，但特朗普透過呢一次軍事行動，事實狠狠打臉咗中國嘅外交政策，基本上撕毀咗中國對拉丁美洲國家嘅軍事同外交承諾。事件發生後，中方雖然發表咗嚴厲譴責聲明，但好難想象中國會採取具體軍事援助。呢個不符合政治現實。除咗政治、外交同軍事層面，經濟及能源方面亦同樣顯著。呢一次出兵不僅針對委內瑞拉，更係對中國嘅能源行動。表面上睇，美國係為咗重建一個失敗國家，打擊毒品犯罪，並開發被埋藏嘅石油財富。但從地緣政治角度嚟睇，特朗普針對嘅真正對象係中國。過去20多年，
中國透過3條路線深度介入委內瑞拉能源體系。其一，鼓勵中國國企長期採購委內瑞拉重油，雖然重油污染較大，但其能源效率高，對能源公司有經濟價值。其二，透過貸款換取石油供應。據報，中國喺委內瑞拉投資已達到數千億美元。其三，協助委內瑞拉規避美國制裁，建置非美元能源交易網。我認為呢次特朗普出兵嘅背後策略係為咗重建美元霸權，以石油作為貨幣嘅戰略地位。近年嚟，美國制裁最嚴時，中國依然係委內瑞拉石油最大買家之一，甚至透過黑名單航運等方式大量輸入委內瑞拉石油。好多人唔知道，20多年前委內瑞拉係世界上最富有嘅國家之一，擁有龐大嘅石油儲備。據資料顯示，其儲油量超過3000億桶，甚至比沙地阿拉伯嘅2600億多桶仲多，反映出委內瑞拉能源儲備嘅巨大戰略價值。雖然委內瑞拉重油開採成本高約每桶30到40美元，遠高於沙特阿拉伯嘅10幾美元，但目前國際油價高企，仍有較大利潤。回顧查維斯·馬杜羅執政前，委內瑞拉日產油量達300萬桶，但因政治動盪腐敗，外資石油公司大量撤離，現日產僅剩約90萬桶，唔到1/3。特朗普現高調提出由美國油企接管，收復委內瑞拉石油業，意義在於將原本被中國能源體系吸收嘅產油國重新納入美國主導嘅能源秩序。呢個不僅係經濟或軍事行動，而係能源、地緣政治嘅搶奪戰。更關鍵嘅係呢個背後係美元霸權嘅延伸。石油不僅係能源，更係貨幣武器。多年負載美元嘅石油，美元霸權核心在於石油以美元計價，無論係紐約原油期貨定係布蘭特原油，都係以美元報價。國際能源交易需用美元付款，使得全球外匯存底偏向美元，而委內瑞拉係少數努力擺脫美元能源體系嘅產油國，轉向人民幣、歐元，甚至實物結算及透過加密貨幣清算，規避美國制裁，意圖削弱美元喺能源貿易中嘅壟斷地位。所以呢一次軍事行動不僅係特朗普奪回委內瑞拉石油供應，更喺戰略儲備層面重建美元霸權信心。正如特朗普喺記者會上所講，美國未來將保留部分石油收益作為補償。呢個不僅係贏家心態，更強調石油收益必回流美元體系，而非流向對手如中國同埋俄羅斯。當然，要喺委內瑞拉重建石油產業並不容易。目前喺委內瑞拉仍生產石油嘅美國能源公司中，僅雪佛龍留守。其他如埃克森美孚、康菲早喺多年前因政局混亂已撤退，損失或達數百億美元。呢次軍事行動後，美國如何吸引呢啲油企重返委內瑞拉，仍有好多不確定性與挑戰。但既然特朗普已邁出第一步，我相信後續行動將持續。佢對重建委內瑞拉經濟同石油體系充滿信心。呢一對中國無論喺外交或能源政策上都係沉重打擊，未來中美關係可能更顯複雜同不確定。最後，我想補充一句，呢次美國喺拉丁美洲展現強權，亦對長和集團出售巴拿馬港口產生重大影響。正如我之前分析，包括貝萊德在內嘅外資合作夥伴已明確表示將退出長和嘅港口交易。即使最終因中國反對導致交易失敗，巴拿馬政府喺美國支持下，好可能會重新接管長和手中嘅2個港口。呢個對長和集團固然係損失，但中國企圖透過擾亂交易奪回巴拿馬港口嘅算盤未必奏效。呢個情況值得我哋持續關注。本報專欄作家所提出嘅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係促進糾正或取消呢啲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